大家好啊，我林 Sir，今日想錄段片，提佢一旦呢匯豐私有化咗恒生作為業主或作按揭嘅你咧，有咩要小心嘅？新聞都講過啦，匯豐欲提價155蚊私有化恒生呢點唔侵啦。反而我自己嚟講呢，我有一沓恒生嗰啲咧財神門貼喎，唔知會變絕版呢？呢個呢就有待想像啦。但係消息指恒生咧品牌將會保留，所以都唔需要擔心呢冇恒生指數啊，冇恒生分行嘅。講翻按揭啦，如果你喺恒生有按揭，而出糧會喺匯豐嘅話呢，相信唔少人都會。你有冇諗過，一旦佢哋合併咗資料共用嘅話呢？匯豐嘅人知道一旦有個人呢被裁，佢哋會通知恒生，叫恒生按揭嗰邊 review 佢個 loan account 啫。相反都會嘅，即係話呢，如果個戶口係喺恒生而按揭喺匯豐嘅，你都要小心。咁呢個就係兩間銀行合併之後呢，作為業主或者按揭供款者都要留意嘅嘢啦。至於佢哋係 guarantor 呢，咁都有啲嘢諗嘅。嗱，不過講翻轉頭啊，其實兩間銀行呢 email 啊、HR 啊、客戶資料通呢，其實都已經部分接軌㗎啦。我早喺金融海嘯嗰陣時喺匯豐做呢，其實嗰陣時 HR 都叫未通嘅。恒生都扮下嘢嘅，就出封信問匯豐 HR 攞翻嗰個僱員嘅資料。但係其實好早呢，恒生同匯豐嘅內聯網電郵可以直 send，就唔需要經街嘅。三句不離樓市啊，亦都提下對樓市有咩影響。短期嚟講，相信會好啲，因為呢，唔少嘅老人家或者 even 嗰啲機構投資者係有恒生揸手，一旦私有化成功嘅話呢，咁即係佢哋會 good 翻現金俾你哋啦，佢哋會出嚟買嘢。你話唔買樓可以做定期或者買股票收息，咁2026年呢，相信連美金嘅息都減噶啦。我答咗唔少個案係一啲人呢已經有美金定期揸手，係諗緊呢26年點樣買第二啲嘢，繼續產出現金流。再加上呢，如果你話唔買恒生住買其他高息股呢，喺而家個股價高企咗，加上內地股派息唔穩定之下，其實部分錢流入樓市呢，都係一個不爭嘅事實。但係講到呢度呢，又可能有啲乜乜哥出嚟呢唱反調啦。乜乜哥當然個題目就係話恒生財行核彈級啦，就會掀起成個香港呢行行百業蕭條咁啦。不過我同呢啲舊行家，因為你見我喺銀行都做過唔少時間啦，喺10年之前，其實恒生俾人裁嗰啲員工，我覺得唔需要擔心，因為佢哋呢俾人嘅印象就係一隻牛嚟嘅。唔係話貶低佢哋啊，因為呢喺得恒生做嘅人呢，普遍業界都覺得佢哋非常勤力嘅。此可見於呢近月其實恒生係搞個 Zoom 招聘會，希望請翻啲人，因為流失得太高，你都估到咩料啦。而佢哋嘅招聘會呢，係同大家 clarify 咗，話我哋而家呢 OT 其實唔會太夜，7點到走得。所以呢，其實做得恒生嘅人，又或者俾人睇到 CV 入邊呢，恒生做咗2-3年嘅，其實業界都覺得佢哋一隻勤力牛，基本上搶佢嘅機率呢係大增。所以一旦俾人裁到嘅人，唔需要擔心。你哋嘅戰績同你哋嘅勇悍程度呢，業界係相對絕對承認，唔怕揾唔到工啊。不過當然如果按揭基金保險3份都齊呢，亦都唔排除以 PM 我過嚟我呢邊呢。我相信我呢邊俾你份工嘅自由度同彈性呢，就可以為你打開人生新一頁，就唔需要日日 OT 到8-9點啦，係咪？今集講恒生講到呢度啊，有其他補充嘅都可以同我交流 comment 一下，下集再同大家傾其他嘢，俾個 like 佢哋啊，拜拜。